600尺單位啊，贈送2000尺嘅大露台。OK， 我哋而家入到嚟呢套單位啦，600尺，30萬，total 30萬價就可攞低呢一套嘢，2房2廳1衛嘅空間啦。嗱，成套空間睇晒，一眼望晒啦，係咪？廚房位置2間房左右同埋個洗手間都喺晒度噶啦，包括埋個生活露台望出去，呢度係2樓部分啦，下邊就係濕街市，即係等於落樓就可以買餸噶啦，生活氣氛係絕對足夠晒噶啦。我哋仲有驚喜俾你睇下，嗱，驚喜嚟咯，600尺單位啊，贈送2000尺嘅大露台，咁嘅空間一眼望晒啦，你中唔中意啊 ？Anyway， 睇成套單位啦，室內面積600尺啊，戶外呢個露台啊2000尺，咁嘅空間 ，total 總價只需要30萬，咁嘅位置喺邊呢？就喺惠陽淡水呢個位置啊，惠陽汽車站呢個位置咧，去到蓮塘口岸個半鐘嘅啫，包括埋呢裏邊嘅社區環境非常之完善嘅喎，樓下就係濕街市，你嘅生活氣氛係絕對足夠晒㗎啦。有興趣嘅話，記得 follow Vicky 我啦，最緊要乜嘢啊 ？like 同埋subscribe my channel，下一期見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subscribe my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